船隻事故嘅情況啦。咁消防處喺尋日嘅下午5:26就接報，指青衣南嘅海面有一艘貨船起火。咁我哋2艘嘅滅火輪呢，就喺14分鐘到達現場。到達現場之後呢，就發現有一艘大概100米長嘅貨船冒出大量嘅濃煙。船側邊各自有2艘45米長嘅躉船喺度作業，並且將一啲金屬嘅廢料掉入去肇事嘅船隻。現場嘅消防船立即動用船上面嘅水炮進行撲救。其後2艘滅火輪另外嘅2艘滅火輪呢，亦都陸續到達現場，以船上嘅泡炮同埋水炮加入灌救嘅行動。泡沫係一種撲滅船上火警嘅有效媒體，可以大大減輕船身需要承受滅火水源嘅重量。消防人員不斷進行風險評估，但係由於船隻開始傾側，火勢亦都轉趨猛烈。躉船上面有船員同埋我哋消防嘅人員，現場指揮官立即決定撤退所有嘅人員，並喺晚上嘅11:09將火警升為3級。消防人員及後成功喺3隻船隻上面撤離咗22名嘅船員同埋所有嘅消防人員。由於現場有風浪，令到消防人員登上肇事船隻進行滅火有一定嘅困難，而且船上有大量嘅金屬廢料堆積如山，令到我哋射向船隻嘅水同埋泡沫流向船嘅底部，未能夠直接到達到火源。再加上肇事船隻嘅抽水泵未能夠運作，導致船隻傾側。以上呢啲都係增添咗本處人員喺撲滅火警嘅困難度。火警中，消防處一共派出咗32架嘅消防同埋救護車輛，9艘嘅消防船，183名消防同埋救護人員，總共動用咗4座滅火輪嘅水炮、2座泡炮同埋1隊煙霧隊進行灌救。經過整晚嘅滅火行動，火警喺今朝嘅8:05大致被救熄，並且喺8:20唔好意思，火警喺今朝嘅8:05係大致被包圍，並且喺8:20大致被救熄。起火原因仍然喺調查當中。喺呢度，我亦都多謝咁多位同埋市民對今次火警嘅關注。各位有冇問題啊？好嗱，唔好意思啊，我逐個問題答啦。我哋係冇收到市民報告吸入濃煙之後不適嘅。咁船起火原因，我哋仍然調查當中。咁至於滅火嘅困難咧，頭先我講咗啦。咁就因為船上面有大量嘅金屬廢料，咁其實佢哋係堆積如山嘅。咁大家可以睇一啲相，佢係冧起晒嘅。咁變咗導致我哋嘅水同埋滅火嘅泡沫咧，唔能夠直接到達到個火源嗰度，咁就令到我哋增加咗我哋嘅救援個難度嘅。咁另外就係船隻傾側啦，因為佢個抽水泵唔能夠運作，導致船隻係有大概15度嘅傾側嘅。咁呢個亦都係大大增加咗我哋消防員滅火嘅嘅困難度嘅。我哋知道只係一啲普通嘅金屬廢料嚟嘅，一般嘅金屬廢料嚟嘅。嗱，首先隻船而家仍然係停泊咗喺青衣南對出嘅海面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張相。咁其實船隻咧船隻咧係有分頭艙同埋尾艙嘅。咁今次着火嘅地方咧就係個尾艙嗰度。
咁啊至於船隻傾側咧，船隻一般佢會有一個抽水泵嘅，就係攞嚟平衡翻入咗船上面不需要即係多餘嘅水，去將佢排翻出去嘅。咁而今次呢一隻肇事船隻，佢呢個抽水泵咧係唔能夠運作到，所以就導致船隻喺我哋滅火救援過程當中咧係出現咗傾側嘅情況。想問下喺尾艙嗰度咧，起火係燒着咗啲乜嘢？然後再燒落去又燒到其他啲乜嘢？基本上個火警咧係冇蔓延嘅，佢一路都係喺個尾艙嗰度嗰啲金屬廢料嗰度燒着嘅啫，咁佢係冇蔓延去其他地方嘅。金屬廢料之外咧，有冇發現其他嘅化學物品啊？另外嗰兩艘躉船有冇着火咧？救出嗰啲船員嘅時候，佢哋嘅狀態係點樣咧？兩隻躉船咧係冇受到波及嘅。咁金屬廢料嗰度咧，我哋而家暫時咧就只係見到有啲金屬廢料，我哋冇見到其他，譬如話其他化學品啊之類嘅。咁而啲船員22名船員咧，佢個撤離過程咧都係有序嘅，咁佢哋冇受傷。咁佢係經我哋嘅滅火輪咧送返嚟呢度嘅中環救火船碼頭之後咧，咁就進行一啲跟住嘅相關程序嘅。個起火原因咧，我哋仍然調查當中嘅。咁至於琴日咧，我哋係收到由傍晚6點零鐘至到夜晚10點零鐘咧，我哋收到20多宗喺西九龍一帶嘅市民報案火警嘅。咁由於尋晚咧傍晚時分咧係吹由南風轉咗做西南風，而亦都係正係因為佢只係吹微風，咁就未能夠將呢啲火警嘅濃煙咧吹散。咁啊，導致呢啲煙咧係飄向咗西九龍一帶嘅。咁當時段啦，咁我哋6點零鐘至到10點零鐘咧，我哋收到大概20零宗嘅市民求助個案嘅。咁我哋經過派員調查之後咧，咁就相信嗰啲導致市民誤以為火警嘅濃煙咧，係由今次嘅船隻火警嘅濃煙所引致嘅。咁所以我哋當晚咧都盡快出咗個新聞稿，經過你哋傳媒朋友咧，咁啊通知啲市民要留意嘅。嗱一般嚟講咧，其實火警即係產生出嚟嘅濃煙咧，一般人吸入咧都會感到不適㗎啦。咁症狀啊包括刺眼啊、攻鼻啊或者喉嚨痛之類嘅。咁我都喺呢度呼籲啦，如果咁多位市民係將來有不幸遇到相關嘅情況之後咧，佢哋係應該盡量留喺室內，閂好窗。如果情況嚴重嘅話咧，佢哋可以考慮用濕毛巾去揞住口鼻，減低自己吸入呢啲懸浮粒子嘅機會嘅。咁如果唔好意思啊，答埋先。咁如果真係感到不適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報警求助嘅。嗰啲船員，我哋撤離佢嘅時候咧，佢係喺隻肇事船隻上面嘅，咁就船頭嘅位置嘅，有15名嗰隻船嘅船員咧喺肇事船隻嘅船頭位置，另外有7名船員咧就係分別喺旁邊兩隻嘅躉船上面，即係作緊業嗰兩隻躉船上面嘅，咁就嗱嗰啲廢料咧，我哋暫時睇落去咧，都係一般嘅回收廢料嚟嘅啫。咁而根
據船公司俾我哋嘅資料咧，佢隻船係一共載咗3000噸嘅呢啲廢料。咁由於佢係分開3個倉啦，就個頭倉係比較大啲嘅。咁我哋估計後邊牽涉嘅大概係會係1000噸到啦。你頭先有講到話，你接報嘅時候就已經知道係有啲金屬嘅廢料喺船上面啦。其實有冇預計到咧金屬廢料去燒完之後咧，佢產生嘅濃煙唔會係普通嘅濃煙，係有機會吹到去西九龍嘅雲區，咁樣就可以早啲去通報。但係你哋同埋想問翻你就話去通知市民話可能閂窗啊嗰啲，係幾多點發出呢一個嘅通知啊警告咁樣嘅？係嗱，我哋收到報案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講話喺青衣南對開海面咧有一艘貨船起火嘅。咁我哋同事係14分鐘到場之後咧，先至去到即係知道係一隻貨船啦。咁其實當時都未知道船上面係燒啲乜嘢嘅。咁至於到咗傍晚時分，因為風向轉咗，咁我哋就陸陸續續收到市民嘅報警求助。咁我哋當我哋調派中心派出咗消防船去，唔係消防車輛啦，消防人員去到現場做咗一個調查之後咧，先至係可以相信證明到呢一啲煙咧係可能係因為呢一次嘅船火所引致嘅。所以我哋當晚亦都即刻喺10點半鐘左右啦，咁就出咗一個喺網上面出咗一個通告啦，同埋經你哋咁多位傳媒朋友出咗個通告俾啲市民，就叫佢哋留意小心即係閂窗啊咁樣嘅。係幾多點發現咧？船上面燒緊嘅係一啲金屬廢料。嗱，呢個係我哋同事到咗現場之後，確實時間我掌握唔到，係啦。唔該晒，多謝。有一個嘅消防嘅一個 stand up 啦，咁咧就啱啱咧就結束咗，咁相信咧大家咧都好關心嘅一單嘅火警啦，就係尋晚咧大概傍晚嘅時間咧就喺西九龍咧就有好多嘅居民咧就報稱不適啦，咁嗰個火警咧係由尋日下晝5點幾咧就燒到今朝8點咧先至救熄嘅，咁剛才咧就消防都有即係解釋啦，咁佢哋咧就表示咧當時咧就知道係一架貨船啦，咁咧船公司就話上面咧係擺咗3000噸嘅金屬廢料，咁起火嘅位置咧就喺尾艙，咁咧當時咧船上面咧有22名嘅船員啦，15名喺船頭，7名咧就喺附近2個等船嗰度作業，咁即係話咧。咁即係話咧喺佢哋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就如果根據頭先嘅 stand up 嘅內容咁樣去理解嘅話咧，就似乎冇船員咧就喺尾艙嘅位置。咁尾艙嘅位置咧，咁就迅速起火啦。尾艙嘅位置起火啦，咁然後咧就佢消防就話咧船員咧都係有序咁樣去撤離嘅。咁但係咧就由於咧嗰個船上面嗰個抽水泵咧都運作失靈啊，咁所以咧船咧都過程當中咧都有傾側嘅現象，咁咧就消防咧係曾經有一度撤離㗎，咁之後咧亦都係因為傾側嘅原因啦，咁所以一啲救火嘅泡沫咧都唔能夠直達咗個火源，咁咧就令到今次嘅嗰個火警嘅嗰個救熄嘅行動咧都last 得比較耐一啲嘅，咁咧喺現場嘅呢一個嘅直播咧就暫時嚟到呢度先啦，咁稍後都會有更加詳盡嘅報導啦，咁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立場新聞嘅稍後嘅報導，咁好多謝大家。